议员李宗仁认为，民主性地台南的退步，就是因为进步的价值理想却被性骚扰议题所污染。议员点出，包括前市府副发言人易俊宏、担市新闻处药品局人员罗少奇，以及前市府顾问洪志坤等人，伫短短2天内陆续曝空，所以要求市长明确表态调查过程，以及如何弥补加预防。后壁，咱后续要做处理，因为包括易俊宏的这件代志，我一直在叩问自己一个问题啦，就是讲，咱发生这个代志了后，让社会爆出这么多的事件之后，我们后续的弥补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政府、咱的机关会当做什么款的修复？还是讲，互这个人一个臭名了后，互因社会性的死亡，还是他们有重新被社会接纳的机会，或者是说，我们其他的这些被性骚扰的这些人员，或者是这些民众，因会当有一个合理的管道来做修复，甚至是我们这边可以承接来帮忙协助他们寻找咨商的管道。你讲的社会性死亡，将有可能发生。一个涉及到性骚扰的人，那阵就算法院还未判有罪，但是伊未来伊的人生，伊的要找头路，要找工作，我看都有面临着实际的困难。所以当然这是法律无法度制定的，这是一个民众观感的展现。所以你讲未来咱有法度协助讲有做有。为分两种，第一是加害人，第二是被害人。被害人当然咱社会较关怀，希望讲伊行出心内阴霾，会当继续面对人生，咱讲话。加害人伊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还是舆论的制裁了后，伊要安怎做？我看即摆现在社会无定论，所以才有可能有牵涉到的，会继续面对社会的谴责，甲即个无共款的眼光。议员进一步强调，款式就是挺性性骚扰的肥料，同时提出具体案例来检讨校园性别事件的款式，避免受害者二次伤害。会中建议专业调查小组以及落实完整的普查流程，要求市长签署承诺。另外嘛，因为规年面体个别开10几千，加上前阵25千、88千，拢互市民烦恼台南究竟够安全。议员质疑枪支为什么4月拢摕到，敢讲是全面破坏，要求市府对枪支走私的源头管制，互市民安心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